一个思念的地，仰望故乡的月，听着圣经故事，用生命见证结出人生甘甜。欢迎收听喜悦姐姐讲故事。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你收听由真耶稣教会所制播的厝边隔壁。大家好，今日呢，喜悦姐姐讲故事，要来跟咱所有听众朋友分享的是阿桃的生命故事。阿桃安怎靠着神来面对着伊生命挑战，咱做伙来分享。阿桃自细汉就和生爸生母送到养爸养母厝内底来做新妇啊。自细汉的这心灵也未好来分辨讲是真正因为厝内底善良，也是重男轻女的这缘故，才互伊来去互做新妇啊。总讲一句，自安尼伊生活的这苦难，就开始伫伊的命运内底不断来拖磨。而且在伊的身上，常常遭受到无平等的这个待遇，伊敢若会当选择来强忍迄个生命苦难。阿桃自细汉就真巧被变大，早就知影家己的身份，逐工敢若知影顾饱着家己的腹肚，嘛知影讲厝内底的杂差啊拢爱做。伊毋敢有迄个名门闺秀，甲到掌上明珠的肖像。等到迄个将来要甲家己来配对的查甫囡仔，少家己几啊岁迄个小弟，伫厝内底地位绝对是悬来悬过家己。因为所有人拢甲伊成歹咯，甚至阿桃感觉讲，即个养爸养母，互伊的条件甲到待遇，拢甲即个小弟完全无共款。所以阿桃小小的这个心灵充满着疑惑，嘛想袂晓的。养爸养母拢伫学校来教册，应该是知影讲要安怎来对待别人。不过，伊平常时的所作所为，养爸养母敢若顾着家己认真来过生活，哪会管得了厝边还佫亲情迄个感受咧？嘛安尼随着年纪慢慢来长大。迄个细汉查甫囡仔嘛是不断互养爸养母来成长，成着伊的这个性呢，伫学校嘛是拢定定出代志，老爸老母嘛赶紧去甲伊替伊处理代志，等到将这个小弟来养成做阿舍的这个性格。拄到代志伊拢无责任感，而且相当的霸道强处。阿桃看伫眼内，愈是烦恼在心内。伊想讲，哪有可能有能力去来改善、去来改变？所以阿桃伊就面对着现实的这环境，伊敢若知影痛苦、烦恼来面对着家己苦命的这命运。阿桃20岁还未满，养爸养母就来催促两个人赶紧来结婚。所以阿桃迄个时阵并无新婚的这个喜乐，更无新娘的这个地面。虽然讲自细汉两个人做伙来大汉，活伫同一个家庭当中，但是伊甲翁婿两个人就好亲像两个世界。就家己几啊岁的这个丈夫，毋捌代志嘛无偌大的这改变，但是大家大官照常甲伊挺身，伊做毋对代志嘛照常去帮伊处理。若有毋对，拢是阿桃的这毋对，所以大家官总是来指责着阿桃，也若有功劳，拢是归着家己这后生。所以伊翁婿自细汉就去互人成歹咯。因此，伊无法度来承担着更较重的责任，所以养女加做新妇的这阿桃换了这个角色，但是所换袂着迄个关爱，等到有真济烦恼甲到忧愁，迄个生活有缘都是互命运来安排。
好佳在阿桃有了健康的身体，爸母的确是天公伯仔安排，甲都看过。因为阿桃伫伤心的时阵，伊定定会摇头来祈求迄个天公伯啊为伊做主。就安尼，阿桃伊生了一个后生，伊真欢喜会当公众要做以外，并烦恼为翁婿迄个传后的问题。生了囡仔了后，这个阿桃都暂时挥别了辛苦的这日子。但是阿桃却唔知影讲，更较大的考验，更较大的这磨难，等咧等待伊去面对。无过责任的这翁婿认为讲，查甫人伫外口就是逢场作戏，免遐尔在意。也若这个大家伊心目中嘛，敢若有后生，无要去体谅新妇。因此阿桃过伫生活更较艰苦。更较无喜悦咯，面上有更较侪笑容，心中嘛来拍结，脚步就更较惊吓咯。亲像迄个戏剧般的悲情发生伫家己身上，迄个反伦上的无奈，阿桃定定感觉迄个头壳是痛甲要死，定定就要想讲安尼来了解家己的人生，带伊后生去行迄个绝路。歹的心思，也个有迄个心痛，拢定定刺透着伊的心灵。伊定定仰天来问讲：这个世界到底有真神无？谁那遮尔辛苦来大汉，也个爱遮尔辛苦来承受着这个压力，无法度来解决的。你到会了后，才知影生命的这苦楚，伫个始祖犯罪，灵魂受拖累。虽然讲拜神，但是却背失了这个真理，只伫传统民间的这思维内底来打转，到底是忍耐加一时呢？大家定定甲伊骂讲，你头壳是有问题哟！啊，逐项代志都疑神疑鬼，敢若起笑咧。尤其这个大家有当时有意无意。就来误导着伊的孙，讲恁老母无正常，这款老母你毋好插伊哈。阿桃伊家己知影讲，假使讲若真正起笑咯，嘛是因为这可怜的环境来致使讲家己要起笑。活伫这废弃幻庭的这痛苦人生内底，阿桃伊并无起笑，伊自细的念头拢无去咯。坚强的这心智，得到离家出走是上好的方法。迄个母性的伟大坚强，伊要来继续追求明仔日日头。所以阿桃伊勇敢来踏出着迄个脚步，简单的计划，简单的行李，趁着厝内底人无准备这时阵，伊无讲半句话，点点就来离开了。伊就来投靠着表姊，希望讲亲戚朋友会当伸手来甲伊斗相共。伊想要过简单的这生活，伊无求富贵，敢若希望讲会当互后生留伫家己的身躯边，更较苦的这生活拢会当做，更较歹趁的钱嘛拢会当趁。对呢，一天敢若一顿，伊甘愿讲家己食苦，嘛无爱互伊的后生去咬着。无偌久，伊的亲属就建议讲提起离婚的诉讼，来争取后生的抚养权。但是伊并无后山通好靠，更加无钱来请到迄个有名的律师。伫对簿公堂的时阵，法庭就将这个监护权来判予翁婿。阿桃嘛只会当被允准，随时会当去看后生。迄个时阵，阿桃才将伊来明白，原来伊是德卡斯的这判决，互缺乏法度常识的这软弱的女子，
搁再一次被迫来接受到这个残酷的事实。一天过一天，最后阿桃伊选择过来到台湾定居伫个高雄。一来，伊想要来离开伤心的所在；二来，迄个当时听大家讲台湾钱阴卡目，因此阿桃伊想要搁再来趁钱欠钱，望有一天会当转到中国大陆来争取到后生的监护权。因我的脚步一步一步行我的路，一个人在行，孤单催着我人生脚步。逐天行，看无头前要行的路。一步一步行，好歹我拢爱继续地行。人生的路，坎坎坷坷，世间无常，要是脚步，路这歹行，是要行去倒？啥人要来带我行？是你救主耶稣，指我的路，予我看到头前的路途，予我找到我人生方向，冤枉的路不免搁行，因为我找到我要行的路是伫倒。因我的脚步一步一步行我的路，不免搁惊遐，不免搁孤单，因为你是我的路。人生的路，坎坎坷坷，世间无常，要是脚步，路这歹行，是要行去倒？啥人要来带我行？是你救主耶稣，指我的路，予我看到头前的路途，予我找到我人生方向，冤枉的路不免搁行，因为我找到我要行的路是伫倒。因我的脚步一步一步行我的路，不免搁惊遐，不免搁孤单，因为你是我的路。勇敢的老母，迄个脚坚强，拍断骨头，颠倒勇。10几年来，伊辛苦的工作，伫个病院来做看护工。伊趁了钱，除了家己拥有一栋厝以外，佫会当寄钱转到大陆的老厝。将近来台湾要20年了，从来毋捌享受过。
伊连想拢毋敢想，嘛无来休困，不断来工作，一直到伊的翁婿来离世，伊更加知影人情的冷暖，因为伊的翁婿将伊家己所有遗产全部来留予伊家己的后生，阿桃甚至啥物都无来继承。阿桃伊遮尔宽容的北长，乃是因为伊后来有了基督耶稣的信仰，伊明白十字架，伊会晓祈祷做礼拜，嘛期待讲伊将来灵魂会当到天堂。亲生的后生受到伊家己阿嬷的影响，总是甲家己无亲，每逢一通电话的时阵，拢是想要爱钱。无了迄个亲情的感情，其实伊的心是分离的，是无熟悉的。最近阿桃因为骑乌多摆来跋倒，手骨来断去了，只好会当来休困3个月。好佳在阿桃也阁有租金的收入。经过同事的介绍，来到信耶稣教会慕道来学习。伊学习到信耶稣的确爱遵守圣经的道理，才有依据。应该爱来遵守着安息圣日。这个安息圣日呢，就是每礼拜的第7天，嘛都是拜六，的确来守安息日。将来进天国需要有凭据，应该领受应许的圣灵。以上的这些主张，拢是符合着圣经所记载恢复使徒时代教会所传的，有圣灵的同在，洗礼可以当来下罪。但是这个洗礼并不是点水礼，嘛不是讲伫洗身躯经啊，迄个浴缸内底的洗礼，嘛不是池仔水内底的洗礼，是海水，是河水，是会当流动活水内底来受洗，来接受一世人一届的洗脚礼，才会当甲主耶稣有份，嘛会当来领受主耶稣所留的圣餐，伫圣经内底的记载价值。属天的这个牛信，伫灵内底食主的肉，啉主的血，将来得到基督互活的这个生命，靠到主耶稣基督来赢过将来的审判。阿桃听了道理了后，拭干了面上的目屎，坚定来转移着受伤的心灵，认真来守安息圣日的这聚会。福音的同工嘛，固定逐礼拜来陪阿桃来读圣经，祈祷来祈求灵恩，相信是圣灵的这吸引。主耶稣亲身来带领，主耶稣是怜悯人的神，主爱又个圣洁，仰望伊的人目屎绝对袂白白来流，可能就有来结束的一天，生命嘛有了出口了。无搁再伫个目屎当中来找迄个真相，无搁再伫个回忆内底来受苦，祈求圣灵的这光照甲到体验，阿桃甲每一个人的确会当勇敢来度过生命的挑战。在节目结束之前，我们邀请到所有亲爱听众朋友，甲阮做伙向天顶的真神感谢祈祷，奉主耶稣圣名祈祷，亲爱主永远存在天父和平的君王救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来感谢阿罗你的带领甲到主庇，因为你创造天创造地，享受五谷菜色，凉风化开，互阮所有世间人来享受。你嘛守守你生命的道理，互活伫黑暗当中面临死荫幽谷的人，拢会当找到人生灵魂生命的活路。互阮真正有为你而来的能力，会当超越世界上的苦难甲的环境，甲自满的劳苦。互阮心灵生命会当因为你真理的教导、圣灵的同在，有了心灵的快乐，改变着阮。
虽然阮过去无林捌你的时阵，阮的生活环境相当的艰难，无五望，心灵的生命嘛相当的孤单，无为神而来，迄个真理带互阮的把助甲到喜乐。但是主爱主，阮要来感谢你，因为借着你真理的带领安排甲到体验，主将阮会当谦卑，望你的带领来明白你了后，阮会当因着你真理的话语来体验着生命喜乐，互阮靠着你宝贵书真理的圣灵同在，甲权能交托互主，赢过种种的困难，来体现着主你救阮内底保守甲着平安，嘛互阮更加来体会着这份真信仰，实际生活内底迄个超然的重要性，互阮更加珍惜你的恩典，来感念着主你救赎之恩，是超越世界上一切的价值。我们来感谢你的带领，借着今日的生命故事，求主你圣灵教导三工，开启着阮亲爱听众朋友，每一个人拢有机会有信心，甲阿桃姊妹同款，会当找着主，成做伊的救主，明白真神来突破着人生种种的苦境，来得享到肉体灵魂生命的平安甲到喜乐。最后，我们将一切荣耀、颂赞、权柄，拢归到你的性命，直到一直到永远。嘛愿平安、稳定、福气，甲到圣灵感动，会当甲阮所有亲爱听众朋友同在。阿门。各位亲爱好朋友，时间过了真紧，咱的节目嘛将近尾声了。如果你若介意今仔日的节目内容，想要查考更较侪道理，欢迎好朋友来到真耶稣教会参加安教日的聚会。订阅阮的节目，留话给阮，甲阮分享你听完节目的感想。嘛希望好朋友会当分享给你身躯边的人。感谢你的收听，厝边隔壁大家好的节目，我是希望咱后一回再会，平安。